美國康乃爾大學一篇影響深遠嘅論文就話，如果你按照順序咁樣去進食纖維、蛋白質、脂肪同埋澱粉食物嘅話呢，係可以將整體嘅血糖升幅降低至73%，亦都同時可以減少48%嘅胰島素驟升幅度。呢個研究呢，無論你係咪糖尿病患者，結果都係一樣。就算你冇改變過任何飲食習慣，企喺度做晒呢度啲嘢，你都執嘢。而呢個方法呢，我喺2個月前就開始啦，肚腩係明顯細咗，腰線都出翻嚟，最緊要係跟咗我成年嘅雙下巴都唔見埋啦。我哋中國人食飯呢係中意大堆頭成枱餸噶嘛，咁要食邊樣先呢？就一定係食蔬菜先，第二就食蛋白質同埋脂肪，最後先食碳水。原因呢，就係一啲高纖或者蔬菜類嘅食物呢，咁佢就可以打底做後盾啦。然後你之後進食嘅食物就可以俾啲纖維隔一隔，糖分就唔會咁快咁順利咁樣呢變成葡萄糖啦。有纖維嘅存在呢，佢就會令到你嘅葡萄糖製造慢咗，快啲將食物排出。我都係用咗呢一個食法呢，就令到我冇咗個雙下巴。所以食菜先呢個定律呢係好重要嘅，但如果你中國人嘅食法呢，就未必跟得到啦，因為我哋成枱餸，哇，琳琅滿目，真係好辛苦喎。咁我嘅習慣呢，就係菜就一定要食先㗎啦，你當佢係我哋嘅保護網啊！啲纖維鋪得越密喺你個消化系統嗰度呢，之後進食嘅嘢呢，就會有多重保障，減慢葡萄糖進入我哋嘅身體啦。其實減慢已經係執贏㗎啦，就算隔唔晒都唔緊要，因為頭先我講到唔係唔需要佢哋，而係唔可以一次過太多，咁多餘嘅糖就會儲喺個身度轉化為脂肪。呢個呢就解釋咗點解你嘅脂肪減極都喺度呢？某程度上係因為你體內有過多嘅葡萄糖而引致嘅。